台中太平教育发展协会举办着环保科学趣味的竞赛，这国小有43队，各中有15队来参加。学生囡仔动手来耍科学，用趣味的方式来学习着新知识。 一开始算时间，这学生囡仔照叮当，有人研究说明，有人负责导，有人是提供意见。小组成员分工合作，要伫时间内完成组装测试，伊嘛讲会使调整。是利用这个杠杆原理、虎克原理，还有能量守恒原理，让小朋友能够在这个组装当中呢，一起来做合作、协调、分工。练习部分就是要自己去找那个对的地方。 这场创意环保科学趣味比赛，分作国小组甲国中组，总共有58队参加。这摆透过帝国城堡组合成斗jou器甲12宫，大家拢爱发挥创意。还不错，喜欢。一开始觉得很难，但是后面熟悉就觉得还好。 相同目标写出去，经过测试了，佮改善修正，运用杠杆原理、能量守恒甲呼吸定律。 改变科学教授培养解决问题能力，加上团队合作精神，大家拢做甲真欢喜。